其他消息要来关心，海巡署军舰伫咧澎湖一天内抓到2只中国大陆渔船啊，亲门大户来咱遮掠鱼。早起是一只中国大陆渔船啊，伫咧澎湖鸟市西边伫咧放网啊掠鱼。海巡人员来到船顶来检查，没想到2点钟后，挖到1点桶，又过一只中国大陆渔船啊，出现伫咧花市的西边伫掠鱼。海巡人员伫咧2只船内底查到真侪鱼啊。 你这边已经违规进入中华民国的界限。海巡的船目睭真紧，发现这只当咧作业的渔船啊，毋是国内的渔船，随着出声公布，但对方共款无要配合。现在已准备登前。经过讨论，海巡人员决定直接去检查。正在作业中，现在开始核定它。代志就发生伫咧22号早起11点外，海巡澎湖舰接到报案，伫咧澎湖花市西边21.6海里的所在，发现一只中国的渔船非法伫掠鱼啊！船顶找出将近100公斤的鱼货，佮有3公斤台湾目前当咧专力管制走私的猪肉。其实，就伫咧几点钟之前，伫咧澎湖鸟市西边22.69海里的所在，共款嘛发现有中国的渔船伫咧拖网。上呢，有8人，那既有渔获300公斤，以及猪肉这个3公斤。 那我们都依照相关的这一个作业程序来实施防疫。一共查到2只不是国内渔船啊，海巡署表示，这可能已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会来动发，未来嘛会更加强制来管理，要保护渔民的生存，袂当互非法的渔船来驶过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